你点个有。哎，我嘛有斗奖吧？我真来去。我有吧？对。所以恁主要有两个工课，一个是唱show啊，一个是把迄市旗办起来呢。对。哦，啊，恁敢有分工，就是上工爱做啥？就是拢凊彩。你敢有介意做这工课？我嘛介意咧。我输呀。啊，是的。你啊，你拢摕伫我的头壳。你用牵你的，你头壳顶。我落大雨啊！啊，平时若落雨，恁嘛是安尼收哦？对啊。落雨嘛照收啊。无法度收啊。你是只是摕迄个工收，今日就是休息的迄一天。对啊。欢迎收看《休息的迄一天》，耶！